呢啲都係初中嘅中國歷史科課本，中一及中二主要教古代史，而中三嘅課程就由清代教到新中國嘅90年代。課程發展議會嘅專責委員會最近開會討論修訂課程，建議將古代史同埋近代史嘅比例調整為1:1，近代史覆蓋到公元2000年，希望加強學生現代史知識，銜接高中中國歷史科，期望可以喺唔改動教科書嘅情況之下作出調整。如果順利嘅話，可以喺今年9月推行。Hello，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尋日就話：香港教育種出毒瘤，要香港教育界思考下青年人點樣補路。咁課程發展議會專責委員會就即刻有回應，建議將而家佔課程1/3嘅現代史內容大幅增加至課程嘅一半，仲加埋改革開放後中國崛起等等嘅課程，同時縮減古代史嘅比例，預計最快9月會正式實行。預料擴充後嘅現代史內容集中喺1976年至2000年，課題有改革開放後嘅經濟政策變化、中港關係同埋中國喺全球化時代嘅國際關係同埋角色。重點仲會加入中國成就，好似有世貿組織同埋北京奧運等等。委員會話內容對學生比較切身同埋有興趣。而家初中中史科課程大綱規定中1至中2講周代至明朝嘅古代史。中3就會講滿清有關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嘅內政同埋外交。中國有成差唔多3000年嘅歷史，而中共建國只不過係得65年，仲加埋當代中國發展，令人懷疑修訂中史科係咪變相重推備受爭議嘅國民教育啊？網民就問係咪又想洗腦教育先？好似日本人咁將自己嘅國家衰嘢密封，不如公道啲講埋文化大革命同埋6·4，等年青人認識下共產黨啊嘛〜